2020台湾灯会将伫台中市举行，昨暝市长罗秀燕亲身主持点灯的仪式，迎接灯会咧。买手算来要100工，都拄着万圣节，现场真侪囡仔精心打扮，这个大人囡仔做伙参加手画挂灯的活动，亲身将这个挂灯挂伫挂灯的壁顶面。 灯光表演2020，台湾灯会就要伫台中市灯场，市长罗秀燕亲身主持点灯仪式，迎接灯会最后100工。来，西瓜甜不甜？比一个耶！大后拄着万圣节，小朋友是精心打扮，也会使领到市长准备的小礼物。大小朋友嘛做伙来参与，亲手将彩绘花灯挂起来。一直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在台中公园。 光影游乐园暖身台湾灯会，一直到12月21副灯区开展，一直到主灯区明年2月8号开展。我们有一个史上最长的台湾灯会。台中公园内打造光影游乐园，规划出大地彩灯、湖边水灯，也有彩绘花灯墙，要伫灯会进前，加做夜景的新热点。